以為鼻鼾聲大就代表好好瞓，其實係大誤解。鼻鼾源於氣道收窄、呼吸困難，係身體缺氧嘅求救聲。晚晚缺氧，心臟負荷極大，長期忽視，隨時引發高血壓、記憶力衰退，甚至增加中風同埋睡眠窒息風險，隨時接受添啊！NewMe 引入全球唯一專利 Photona Nightlace 鼻鼾槍，利用激光溫和咁收緊咽喉組織，撐大翻條氣道。一齊睇下療程效果。紅色顯示氣道阻塞嚴重，療程後綠色區域大增，即係話氣道開通翻，呼吸暢通無阻。臨床數據顯示，一次療程鼻鼾減少45%，三次療程更可減達70%。好多人驚痛，但其實過程唔使開刀，無需麻醉，冇創傷，只係感覺暖暖地。做完喉嚨即時放鬆晒，氣道暢通翻，當晚即享受優質睡眠。鼻鼾唔好拖，越拖越大鑊。30秒話你知啊，你氣道狹窄嘅嚴重程度係屬於 Class 1、2、3定係4？即刻 WhatsApp 我哋回覆以下相關數字，立即幫你初步判斷。